大人是想查抱月楼？你听谁说的？不，我可没说啊，这。大人死而复生，到这种地方来见我，总不能真是看上我了吧？我就是一普通女子，除了抱月楼，身边都是平常人、平常事。那这抱月楼又有何不平常？抱月楼新开不久，已经收拢了京都各家花魁，都是最赚钱的招牌，每家都有靠山，可从来没有人敢说一个不字，这不平常。可否请三姑娘帮个忙？桑文也想求小范大人相助，可以谈。那大人先把银票收着，我才好开口。你想让我帮你什么？大人先问吧，说我帮不上什么忙，便不会开口了。三姑娘倒是清醒得很。我这种身份，再不清醒，那真是没救了。抱月楼东家是谁？不知道，我从进了抱月楼之后，从未见过东家露面。那我换个问题，有没有在抱月楼里边见过一对母子？孩子大概6、7岁左右。也没见过。大人想找的人，应该不是自愿进抱月楼的吧？不是，是被强行带走。他们抓来的人，我们都没有见过。若真有这对母子的话，应该和那些人都关押到一起了。关在哪？没人告诉过我们。新抓来的是谁，我们也都不知道。哦，前几日有一个丫头被打得狠了，夺路跑到了前院，还撞上了我。如果那对母子真的被抓，她或许见过。这姑娘叫什么？不知道，我只知道她好像姓金，她爹是个卖菜的。三位姑娘，该走了。知道了，换好衣服就出来。哎，等等，你还没说想让我帮你什么呢？我的消息有用，十分有用。我想离开抱月楼。这会儿跟着我有危险，不过倒也不是不行。不是现在，只要我的卖身契还在楼里，我就永远摆脱不了这个身份。那我帮你赎出来。不敢让大人破财，赎身的银子我自己有，我只想求一个可以自赎的机会。有钱也不能自赎。我是被刀刃加身，强逼着签下的这份卖身契。逼良为娼啊！这抱月楼的东家是能一手遮天的。别说见过我，等我回来救你。不急这一时半刻，先等大人活过来再说。我说范无咎，哎，殿下，你还真天天看书啊？以前没见你这么夸张啊。春闱将至了，我也得好好准备准备。怎么你打算科考？哪个读书人不想金榜题名啊？读书人还背着刀呢。习武是我逼不得已，我从小到大其实是个文人。哈，文人好，文人好，还能替我出谋划策。来吧，文人，帮我想想，王启年的妻子女儿怎么忽的销声匿迹了？回禀殿下，说来也奇怪，昨日我到了王家，眼睁睁看着母女二人进了家门，我冲进去后，你猜怎么着？人不见了。就没有其他痕迹了？上上下下我找了一遍，人不见踪影。现在回头想想都后怕，以为自己见了鬼。难不成是王启年跟范行回京，
把人转移走了。您要这么说的话，就说通了。呆子，禀告殿下，王启年求见。谁？王启年？是，他一个人？就他一人。有意思，让他进来。是。王启年见过殿下。哪儿的礼物？我买的。吃点水果。范闲在使团内是假死，如今已经回到京都。真的？那太好了，我都被他骗了。他回到京都之后，一直在探查藤家母子的下落，如今已经将目光投向了抱月楼。抱月楼是哪儿？小楼。藤氏母子跟抱月楼有什么关联？这个不重要。范闲得知抱月楼的东家今天要去抱月楼，便偷偷的潜入。如果殿下这会儿去抱月楼，一定能将他假死之事大白于天下，逼他入绝境。你不是范闲心腹吗？小范大人对王某有情有义，恩重如山。那你卖他？王某只求殿下事成之后，将我妻女放回。为了家人，在王某心中，妻女比什么都重要。我能信你吗？好，我答应你，只要今日能堵住小范大人，我手里的人，你都可以带走。谢殿下。吴舅，那就陪我逛趟抱月楼。是。跟我走。哎，我鞋呢？鞋在哪儿呢？殿下，不愧是范闲的心腹。你弃暗投明，范闲饶不过你。没得选。起来，起来！你有的选。只要今日抓住范闲，他这欺君的名声就算是定了。到时候啊，你就到我这边来，他出多少，我照跟。谢殿下。既然这样，那不如就撕破脸吧，跟我走一趟抱月楼。都听殿下的。真不错。东家不常来，这可是你们少有的机会了。把交给你们的都使出来，真要是被瞧上了，那可是你们一步登天的机会了。不过我呢，丑话先说在前面，谁要是犯了错，惹了祸，我记你们一辈子。
姑娘们，可要加把劲儿啊！三姑娘，待会儿要好好唱曲，可不能净唱些丧气的。梦姐放心，三温不敢。你要多笑一笑，就这个笑，特别好。姑娘们，一定要好好想一想，该怎么用心做事。我这个楼啊，就靠你们了。王先生，替我赶个车。殿下，还求殿下留小范大人一条性命啊！怎么这会儿替他求上情了？王某若不是为了救家人，绝不会出卖小范大人。你放心，我费这么多的事儿，不是为了杀他，合则两利嘛。谢殿下。不瞒殿下，王某驾车还是很稳的。咱们这条街和前后2条街都进阶了，您放心。圆梦恭迎大东家。一会儿都别出错。新来的丫头被鞭子怎么抽，你们也都见过。都知道的。到时候他们哭天喊地，被大东家听见了可不好。不会，他们都在后院关着呢，有人看着，不让出声。你怎么知道？我刚路过后院，被护院赶开，瞧见了。哎，这好些都是被卖进来的，这谁家青楼需要这么多的新人啊？不是被骗进来的，就是被抢进来的，不然他们天天怎么哭成那样？你说咱们这东家到底是谁呀？这么狠的手段呢？别乱说了，命要紧。姑娘们，大东家来了！里边请。东家，哎，您来这儿，坐这儿干嘛呀？尝尝葡萄。我这个，尝我这个，行了，尝一尝，东家，行了，干什么呢？我这都吃了一会儿，吃不吃饭啊？我先尝尝。大东家，账本可都给你准备好了，咱要么用完宴再查呢？宴呢？这个呀，不还没准备好呢吗？啊，我先尝尝，哪儿了？现在。哎呀，这愣着干嘛？怎么不走？你疯了吧你？你打我吧！这跟谁呀？这是？不是，上边不就东家一个人吗？怎么撤动这个？一草一木是吧？一砖一瓦是吧？就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，就是你的！你！我！
范闲，我爹都没下过这么狠的手，你凭啥？抱月楼是你开的？我开的，怎么了？眼红？老金头的事怎么算？什么老金老铁，我都不认识。你别说那我不知道的啊！我早就忍你很久了，范闲。你说什么东西？你信不信我现在叫人上来砸折你的狗腿？哎，我还没叫人呢啊！范思哲，你不用那么麻烦，我就跟你交个底。我是溜回京都的，还惹了祸。你现在出去说一声，说范闲在这里边，我就完了，比断腿惨，说不定命没了。甭跟我这儿卖惨了，真以为我不敢叫是吧？行，我就在这儿等着，这仇你得自己报才痛快。去吧。好，你有难了啊！等着啊，别动啊！来人呐，快点！过来！受我让人欺负了！还有呢？怎么还剩几个？咱家这身板勇士呢？都进来！过来！怎么了？咱们家这闹这么乱？哟，你这怎么了？这是？东家，您刚才说要打断谁的狗腿？现在翻！谁？翻什么呀？谁呀？桌子的腿儿。翻桌子啊？翻桌子？哎，不是。刚才让他伴我摔一大跤，明天把他给我改成茶几儿。茶几儿？不是。你叫的人呢？你刚才说，我要是叫人上来，你就死定了，是真的吗？真的。我这可算救你一命啊！先放你吧，不过你也别高兴，我还生着你气呢。你凭什么打我呀？哎！怎么了？没事，我是真气，最近总出岔子，刚打你的时候一急，就乱了。说你这么着急干嘛呀？不好意思啊，我不好意思什么呀？滕家母子是你抓的？什么？谁？滕子京遗孀。我抓哪儿？抓抱月楼来了？不可能啊！这老滕跟我关系也不错呀，我能干这么缺德的事儿吗？你不知道？不是，谁跟你说他在我们这儿的？有证据吗？有人看见了。我问问啊，回来。逼良为娼的事儿，你知道吗？你胡说什么呢？哪儿跟哪儿啊？我们抱月楼是个风雅之地，不是青楼吗？你气死我了！我好好跟你说吧。你是以为抱月楼是青楼啊？你想啊，要是在京都开青楼，老牌的青楼就3、5家，咱们再干这根本就不新鲜。咱们又刚刚入局，跟人抢生意怎么抢？所以必须得另辟蹊径。况且退一万步说，咱们老范家的孩子开青楼，传讲出去，爹不得打死我？那刚才那么多姑娘都是假的？那是真的，不是，但绝不是你想象的那样。你别想歪了，他们不是做那个皮肉生意的。我找的这些姑娘啊，一个个必须得是知书达理、多才多艺，琴棋书画呀、诗词歌赋，样样都得精通。毕竟以色于人，终为下乘。我的目的是把抱月楼打造成在纷纷扰扰的京都唯一一片净土。
让这些个文人骚客在这里寻找到内心真正的知音，这才是我想要的独一无二。老金头的死，你也不知道？你老说这老金头，他到底是谁呀？还死在我这儿了！我这买卖刚开张，死了人，我生意做不做呀？是哪个对家这么败坏我呀？我给他当面对质。就没什么人进过东家的房间？没有。就这么自己摔了？啊。怎么了？看看你伤怎么样了？你半天也没看呀？这不得着会儿吗？万一打扰着你。行了，并无大碍。走吧。不用送了。哎，需要我？确实需要你。你说。等会儿啊。我刚才仔细的想了想你说的那些个谬论，倒是还有几分道理。少爷，我自己坐在这儿看账本吧，确实是有一些无趣。你看，这一跤把翘儿给摔开了。成长了，哈哈。这个刚才那儿有一个个儿挺高的弹琵琶的那个姑娘，还在吗？把她叫上来，给我弹奏一曲，我欣赏欣赏。红袖添香再好不过了，光要琵琶吗？来一套乐器。多的不要，只要琵琶。等我，不用送。可要记着我教给你的啊！待会儿呢要多笑，千万不能出任何岔子，听到了吗？我跟你讲，丑鸭子变凤凰，就看你今天的表现了啊！可不能出岔子。好，我看挺好。进来吧。你干嘛呢？这会儿还不需要你。等会儿啊，完事儿我叫你。嗨，被你发现了？我就猜到了，夏夏。不送了。快下来。是他吗？桑文，桑姑娘。哦，桑姑娘。我问你一个事儿啊，这抱月楼到底是什么所在？自然是青楼啊。怎么能是青楼呢？你是东家，你不应该清楚吗？哥哥，这个我是真不知情，这都是袁梦一个人操办的。你自个儿的买卖，平时自己不来。我只有查账才过来，
平时我也不过问。哎，我又不喜欢唱跳。我问你啊，三姑娘，那这个地儿逼良为娼是真的吗？人就关在后院。哥，我一定给你严查啊！您查呀？那可不我查了，我被骗了呀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你是东家，你查说得清楚吗？哎呦，我说得清。我说你们俩查，你坐近点行不行啊？折腾谁呢？老司者，有耐了是吧？啊，一砖一瓦，一草一木都是你的，你的产业。哥，其实吧，我承认刚才我说的有一点点吹嘘的成分。说吧，在哪儿雇的这个圆梦？哦，他不是我雇的。你不是东家吗？东家不止我一个，还有谁？咱们最近赚钱了吗？自然是赚了。我就说嘛，赚多少啊？大东家在里面查账呢，要不你跟着进去看看？表哥到了。表哥？这二东家管你叫表哥？啊，他是我娘那边的亲戚。哪家的孩子？皇家的，皇室子弟。我娘跟宜贵嫔他们不是堂姐妹吗？所以宜贵嫔的儿子跟我应该算表兄弟，没错吧？宜贵嫔的儿子，三皇子。哎，我表弟啊。小范大人，要不我先出去吧？哎，干嘛呀？我不敢听了，我怕知道的越多，活得越少。你还是先坐吧，该听的不该听的你也都听见了。已经晚了。啊。这帘子颜色也不行啊，尤其是这飘带。那您觉着换成什么颜色好啊？蓝的吧。行。哎，别，粉的好。那就粉的。紫的好像也不错。那要么紫的？最好3个颜色都有，混在黑色里头。乍一看是黑的，仔细看，蓝、粉、紫3个都有。换成五彩斑斓的黑。啊？这个烛台也不行，不好看。换一个粗壮大气一点的。好。还得带一点细小轻巧的感觉。换又粗又细的烛台。二东家，大东家在上面查账呢，您要不要也上去看看呀？不急，开着抱月楼啊，赚钱不重要，最重要的是赚钱。他刚才说那句话，你听懂了吗？现在的银子不好赚了。还没懂吗？哎，从头给你们讲一遍。他其实就是为了面子。面子？啊，他不管开什么买卖，做什么生意，只要能挣钱就行。能挣钱呢，就证明他有眼光、有实力、有能力。回到宫里去呢，就给他娘露脸啊。不是，他在这儿开个青楼，想在他娘面前有面子，这孩子怎么想的？哥，我不都说了吗？我跟表弟，我们俩都是让坏人蒙骗了，我们不知道鲍玉楼是干这个的呀。宜贵嫔就没多问。表弟跟我一样，都想给娘一个惊喜。那他是在哪儿雇的这个圆梦？我是真不知道，你老揪着这圆梦不放干什么呀？你还没明白？这不跟这个颜色撞了吗？这红的，你把它改成换紫的啊！换啊！这个，不对，那个就是他的好吧？啊，好，这换黑啊，好。这个也不行，这个换成紫的。那个这颜色有点撞，不行。还有不少地方能改，我想想，回头一块说。好。哎，表哥在上面呢。大东家细心，一个人在上面查账。他一个人查账，还有唱曲儿的陪着。表哥一直不喜欢听曲儿。走，去看看。你慢着点儿。
二哥，我进来了啊！哎，进来吧。哎，不是听曲吗？怎么你唱上了？你不说我还不生气呢。你们这怎么教育的呀？啊，这弹的还没我好呢。回去再练练吧。啊。刚才怎么跟你说的？这点事儿都做不好，跟下去。当年我在流清河当花魁的时候啊，这琵琶呢还是我弹的最好。姐姐，那你待会儿想听了就喊我。哥，我也会，要不我给你唱两句？别跟我捣乱了。你从哪儿找的人啊？你是哪？这人是都到了呀。谢谢啊，到了。你确定范闲这时候在里面？绝对在，跟我一块进去。殿下，这喂，做人可不能瞻前顾后，想给自己留退路的，往往都成了绝路。小人遵命，真聪明。走，看热闹。晕了，这就晕了。我好歹也是个高手。哎，那你那真气呢？怎么样了？缓一会儿就好了。啊，那他要是醒了，我咋跟他解释？这看见你了。你说话呀？怎么了？这么些人啊！二殿下上这儿干嘛来了？找我的。他知道你在这儿。我提个醒啊，这楼前后左右都被围住了，哪儿都去不了，更别想着翻窗上房了。开门吧，迎客。你不是不能见人吗？一扇门可挡不住皇子。开门。二殿下，少爷，别来无恙啊！真热闹。这是，困了吧？睡会儿。这是驴踢的。范闲，好久不见了。也没多久吧，满打满算不到半年，可在我这心里啊，觉得都过了2、3年了。京都没了你，真没趣儿。你知道吗？我去北齐的路上，燕萧一想要杀我。真的？嗯。我呢就一直好奇，他怎么知道我的行程啊？我要走哪条路，没告诉过别人。那他怎么知道的呀？其实很简单，知道我不走哪条路，
就可以算出我的行程。北上多半不走风明，路途太远。不走风明关，又不想绕远，我会选哪条路？再简单不过了，不是吗？所以，联合长公主想要杀我的人，一直是你。太贤，其实抱月楼私卖人口的事，随便查查就清楚了。大东家、二东家全都在这儿了，还有我们假死回京的小贩石贤，这场面可真够清楚的。是，这会儿说抱月楼跟我没关系，怕是没人信。其实啊，到如今这一步，私卖人口已经不重要了。范闲，你假死西军，才是实实在在的死罪。不过，我还是要感谢王启年王大人，布局这么久没有他，还真遇不到你。老王一向办事得力。老王，你这是吃里扒外你！殿下，如今小范大人已入殿下构中，还请殿下履约，将王某妻女归还。人不在我这儿，殿下明明答应了，我说得很清楚，我手里有的都可以给你。但你妻女真的不在我这儿，我想过派人去请他们，但去吧，人去屋空。人真不在殿下手上，千真万确。哎，你不要慌，等这事儿过了，我帮你寻呢。能去哪儿啊？我以为人事让殿下理解，其实我也挺奇怪的，把人抓走了，也不留个要求啊。是不像你是吧？抓人人命都是为了谈条件。这不重要。其实到现在，我真的有点被自己感动到了。即便到如今这般田地，我依然想给你一个机会。如果你愿意化敌为友，我立刻放了滕家母子、抱月楼的麻烦事儿，一笔勾销。到这个时候，还得是你来原谅我。都一样，人生在世，谁没做过什么错事儿啊？放下，放下就好。放下？怎么放下？抱月楼买卖人口、逼良为娼，这些人受的委屈该怎么算？该怎么算？找你算。他们这样都是你造成的。我不在乎他们，我在乎的是你。只要你愿意化敌为友，这些人不都你说了算吗？两条路，要不然和解，要不然杀你。明白了。我不和解，李承泽，咱俩不是一路人，我跟你注定为敌。可惜了。京都府办，放家令！别动！别动！都别动！
你都死了，怎么把京都府差役给调来呢？不对，没死也调不来京都府，会是谁呢？哎，各忙各的，免礼吧。二哥也在啊。见过太子殿下。哎，自家兄弟，不必多礼。那咱们聊聊。多免礼吧。太子殿下。这孩子什么章程啊？困了，睡一觉。就这么睡啊？孩子长身体，觉多。我小时候也这样，理解。理解个鬼！哎，你这脸怎么回事？驴踢的。嘿，二哥还真是什么都知道啊。太子殿下怎么有空来这种地方啊？闲来无事，看见京都府办案就跟过来了。办什么案呀？抱月楼啊，私买人口可是国之重罪，我得来看看呀。谁成想在这儿还碰上二哥了。二哥，要不明日再来？啊？我劝你说话做事三思。思什么？怎么思啊？犯嫌欺君，这是死罪。你连这也敢护着？他不真死了吗？眼前这位是？陈二哥，你可别吓我啊！我这眼前哪有人啊？你得想想后果，包庇欺君，这是同罪。我近日啊，甚是乏累，我眼瞎，我耳聋，我何罪之有啊？这事要真是闹大了，你觉得你护得住吗？不知道，咱试试吧。京都府衙办案，拦着的按谋逆处置。就不动动脑袋想想，怎么收场啊？没想过，要不然你想想。冒昧问一句啊，太子殿下怎么知道今日我会来这抱月楼？王启年，哎，殿下，殿下，这千怪万怪呀，这都得怪我家大人啊！小人本质还是纯良的。范闲去抱月楼了？正是。那你一会儿还得去二哥家。小范大人说了，只要太子殿下时机把握得准，就能把人堵在抱月楼里。范闲这是把自己当鱼饵了，就希望太子殿下钓得开心。连环套，真把我给骗了。这都是我家大人，他的心眼儿太多，小人也是勉为其难。要是你的妻女真是我抓的，刚才我都把人交给你了。还好哈，他们母女啊不在您手上，这就安全多了啊。话套得好，坑啊挖得妙。哎呀，小人惶恐，小人惶恐。王启年，你这坑蒙拐骗挺自然，把我都给骗了。平时没少干吧？哪儿有啊！王某一向都是洁身自好啊，主要是被我家大人呢给拐着的啊。哎，二哥，咱这刀都拔出来了，怎么你还聊上天了呀？拔刀？拔什么刀？
没把呀，那就坐下聊会儿呗。你说这是自家兄弟，你有贵为太子，在你面前拔刀，那不是谋逆吗？当个玩笑，开个玩笑就得了啊！正因为是自家兄弟，我才得劝你2句啊。这抱月楼你就不该来，这旁人要是看见了，难免会闲言碎语的。这抱月楼的东家是范家，但抱月楼的二东家是你这长身体的弟弟，这二东家也是你长身体的弟弟。二哥，你还真错了。楚军不入皇子之列，他比我小吧，但他排老3，所以这兄弟算不到我头上来。怎么着？今日准备把我给拿了？这话说的，我把你当亲兄弟，出了这门啊，我只字不会提的。那我该怎么回报呢？把滕家母子放了。啊，范闲不是不在吗？刚刚是我的心声。哦，其实闹翻了又怎么样？这抱月楼与我毫无瓜葛，外人诟病2句，我不疼不痒。抱月楼跟你毫无瓜葛，我问心无愧。你确定？非常确定。那咱们借一步说话。哎呀，楼下是圆梦吧？他们在说什么呢？听不见。不知道，别看。曾经流金河的花魁名气不小，如果我没记错的话，应该是洪城收了他。洪城虽是靖王世子，但是我与他缘浅，并不太熟悉。二哥跟他挺熟的，可以说洪城为二哥马首是瞻呀。把话说明白点啊，这个关系呢，就是圆梦跟洪城，洪城跟二哥，铁三角吗？这不是？外人看来，二哥跟着抱月楼还是有点牵连的。有点牵连恐怕不够吧？就怕深究。那要是什么都查不出来呢？人言可畏啊。直说吧，人言可畏，想换点什么？所以把滕家母子放了，就是我的意思。一句人言可畏，我就放人。你觉得我是这种人吗？看人真准，我还真是。说到底，都是自家兄弟，咱们是自家人，谁退一步无关紧要。潘五舅，殿下，把滕家母子送回住处。这个快去。是。还有什么吩咐呀？你放心，人我肯定放，不打折扣。人言可畏，我害怕。那二哥有什么吩咐吗？太子这都到了，我还不低头认输啊？麻烦问一句，能走了吗？请便。人心难测，好自为之。哎，他跟谁说话呢？不知道。殿下，这几日的追思会，所有人名单都在这儿，未见范闲露面。王启年家有什么动静？动静倒是没什么，各地方我也安插了人员看着，只有母女2人进出，未见他人。
是不是范闲未到京都？咱们再等等。等不得。小范大人至此生事已成，如若这时让他重回使团，这机会可就不好再寻了。可是人没出现呀。吴九，你知道这世上最感动的时刻是什么吗？哎，金榜题名。是一家团聚。你知道一家团聚的前提是什么吗？得先有个家，得先分，才有聚。吴九，去把王启言的妻女请来，我想看阖家团圆。是。就等着被感动。哎呀，我都打听好了，就是这条街。一会儿，这鲍月楼负责采买的车队就会从这块路过啊。记住啊，最后那家车里边不要再晃，那晃的里边菜呢没有封实，它能藏人。确定吗？确定。来了。哎，大人，有没有这个3岁赢的呀？小心我的货物！往里走，这个位置。往里走，往里走，小心点啊！老令，这几辆马车一辆一辆给我认真检查。好嘞，好嘞。队长慢走啊！我见过你，我不认识你。你上过台是不是？葛爷，再给个机会，再给个机会，给我一个机会，再给我一回。就这么想进去？比我命都重要。你也不年轻了，注意身体吧。无所谓，只要能见到我女儿，我怎么样都没关系。你女儿在鲍月楼，为什么？为了500两。你卖女儿？我再混账也不干这种事。那是俺家丫头为了替我还菜钱，她把自个儿卖了。还菜钱？买什么菜能欠500两？是卖菜。那宫里采办菜蔬的代公公从我这边收菜。等会儿。你是卖菜的，姓金？你怎么知道？哎，放这边，放这边。好，好，好，放好了啊！别动筷，别动筷了。别
去拿只鸡。你刚才说你给宫里送菜，这好事儿啊，旱涝保收的。可是戴公公要受孝敬啊，节庆、生辰这都不能弄。上次生辰，我实在是没钱，被戴公公记恨，之后送菜总说我这个菜不新鲜。不新鲜你不卖都不行啊。那倒好了，不新鲜他要罚银子，说你对皇室不敬，天天罚，天天欠，最后欠到了500两。俺家丫头这才做了这种傻事。那咱不给宫里送还不行吗？你不送就是欺君，还是要看脑袋的。就没人告这戴公公？你再一个卖菜的，凭什么告啊？凭王法。那戴公公就是王法。我女儿卖身，我连那银票都没见着。鲍月楼直接给了戴公公，说把账平了。这戴公公和鲍月楼走得很近。那谁知道啊？人都是大人物。从那以后啊，我就天天想进去看孩子一眼。我就想告诉孩子，说爹在餐前肯定把那叔叔呢。哎，把后门打开，让车队赶紧走啊！彻查后院，看还有没有什么遗漏啊！我帮你。快点，快点啊！大人，我的私房钱。咱都收拾了。我不害怕。你说这，哎，不用亏，我呀也是在利用你，不是帮你啊。儿子，我这有了银子我也进不去，他进门要门铁。快点，我赶紧跟上，快点！我帮你解决。小范大人，千古。这老头怎么又过来了？这个来干嘛呀？有模有样的啊！是吧？血真快呀！真像啊！
千里。哎，再来一个。就是死者上台追思。他遇见您啊，这真是他的好运气。宫里办菜书的戴公公，听说过吧？简书司的戴公公听说过，没见过。回头我得见见，我也见识见识王法长什么样子。大人若想往上爬，就得学会与光同尘，就得学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。这种人也配称作光？哎，光不光的，毕竟人家是宫中行走啊。老金头这样的事多吗？百姓嘛，早都习惯了。娘，我不困，我不想睡午觉。睡醒了就又可以吃晚饭了。晚上有肉吗？不能总吃肉。我还吃饭。有，睡吧。娘，爹和范叔叔为什么都从井里走？你爹和范叔叔回来的事情，不要和任何人说，知道吗？我懂，娘你放心，我去和三丫他们玩，都说我爹死了。那倒也不必。爹回来啦！你爹回来不用敲门。躲床底下。